这个马里第10档的一件双雕艺术季，在市长吴伟铁、洪家南管理处长、台盐董事长等贵宾的精彩，8月11号正式开展。来者都来当欣赏出国全台湾独一无二的盐山以及这地景艺术以外，今年伫馆内盐雕更是要打造东华城堡加丰富生态盐乐园，同时规划漂流木作为创作主题。其中的雕工用漂流木制作个人上界需要的简单，由护士替市长来注意于翕相，模样相当高水。希望解封以后带动来台南的观光林调。不管在马沙沟也好，不管在我们七股盐场也好，历年来这已经是第10年了哈，10年已经上小学5年4年级了哈，所以说可以说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成熟的活动。我们期待大家以后的观光旅游，不仅是自己开开心心，也能够这个玩出健康，而且玩出许多价值出来。那自己跟家人最好的方式就是一起来。会中主办单位洪家南管理处长嘛总办成乐园的国王，欢迎大家做好防疫，共同来感受盐雕的幸福王国。因为在家待久了我想很多在座的各位家长也是很辛苦，因为小孩子每天腻在家里面，真的是大家做父母的也这个会很烦躁那就趁机会就是暑假还有一点尾声是可以带出来来我们这个台南这边沿海的这将军马沙沟还有我们的七股盐山盐博馆这边来走走，这里都是有非常好的，像这个我们的盐雕这一次有策展了10座这个展览，那我们这个是各位看到我的展板就知道说，我们这个是打造一个滨海盐乐园就是一个幸福王国随着疫情受到控制，迎接中央推动振兴更的商机，市长吴伟铁嘛强调，台南延续去年66亿的购物记录，今年第一波除了有观光旅游大棚的加码，更是有抽汽车现金，甚至借出游艇的免费招待。不排除除了抽车子之外，不排除在车子上面升等，从这个国产品牌也可能再增加一些其他的品项。另外，我们还会推出一些观光旅游胜地的这个住宿券，或者是长期 villa 的这个长期免费住宿。譬如说，你1年来这边消费，可以来这边住个30天，或是15天，或是10天的这个免费住宿。那你随时不关喜动也当来，随时都可以来。那这样的话，对他们来讲吸引力很高。那我们也不排除推出游艇这个浪漫游的这个免费招待的这个部分。那除了手机之外，有可能今年会不会出现更高额的房子这个部分。艺术季的登场拄好迎接7夕情人节，嘛欢迎大家来台南感受户外畅快放松、安心防疫和幸福滋味。台南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